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，題目係沒有不公，只有陰公。非法錯選案12名被告就定罪同埋刑期提出上訴，裁決喺2月23號出爐，遭到全數駁回。簡單嚟講，維持大罪之身不改，繼續服刑坐監，出得嚟閒，預咗要還。一批民主爛仔挑戰法律底線，有勸過，有警告過，但佢哋執迷於政治嘅紅利，狂言落墨無悔。既然係冇後悔，就應該接受敗寇嘅命運，何必輸打贏要？威風過後又唔想服刑？俗語都有話，就算係一張廁紙、一條底褲，都有佢本身嘅用處。更何況而家係有12個囚犯，充當人血饅頭嘅作用就大啦。曾經入獄，而家人喺加拿大，並且一度自稱難民嘅張超雄，打住民主嘅旗號，再老到都拎到一個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海外分會發言人嘅職銜，延續佢條條揈嘅政治生涯。一面大鬧港府乜嘢威人威威，鬧完之後又無能為力，盡顯虧人虧虧嘅困境。面對住12個人要將牢底坐穿，張超雄批評原審係錯誤嘅定罪同埋判刑，而家法院未能推翻案件，錯失咗糾正不公義嘅機會。之後又話咁凸顯咗香港人權狀況嘅嚴峻，揭示咗案件係政治檢控嘅本質，甚至講到佢哋係因為行使表達結社嘅自由同埋參與公共事務嘅權利，就換嚟長期嘅監禁。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海外分會發言人果然唔係浪得虛名，仍然係將以往嗰套無賴心法讀到滾瓜爛熟，將顛覆政權講成係行使自由，就好似2019年黑暴嘅打砸燒，都不過係行使表達權利。思想咁契合，難怪黃黑一家親明知打砸燒係法理不容，但就點都唔肯割席。不過張超雄再講得激昂，再舔得西方政客嘅仇中思維，high上加 high，要坐監嘅都係要繼續服刑，囚禁嘅苦粗茶淡飯，掛住屋企人。放心，喺你張超雄噴完一輪口水之後，呢啲苦佢哋仍然係要捱，仍然係要受。好大張超雄都係位有入獄經驗嘅前輩，相信佢一定深明呢個道理。張超雄大口咬實呢場人血饅頭盛宴之後，沒有不公，只有陰公。呢位西方公公，人在西方嘅公公，未有同路人企喺同一土地香港之上，講咗一大堆說話，就好似喺度講緊風涼話咁，真係冇陰公咯。